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5，马太福音28章6节安尼讲：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国外，照伊所讲的。三个来祈祷，互基督对死国外，互阮通有国外的愿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荣耀的天父上帝，愿满心敬拜你。学到你奇妙的作为，主啊，你是掌管活命的主宰，是赢过死亡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疼囝。耶稣基督为阮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，搁伫3日后对死国外，显明你无比的大能甲救恩。主啊，你的国外带互阮愿望。互阮无阁受罪，甲死亡的辖制。主啊，当阮少念你，空昏蒙，互阮的信心，就求你更新甲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确信你已经得胜，并且到今仔日犹原活着，搁甲阮三家伫地。主啊，愿要大声向人宣告：主已经国外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